客人本身好中意飲咖啡同茶，因為呢個小習慣令到啲牙齒顏色越嚟越黃，同埋本身牙齒比較參差不齊，兩邊牙齒大小不一，睇落唔對稱。下排嘅牙齒亦都有少少打斜生，而呢個位置因為牙齒向外生長，睇落去好似有一個黑色嘅位置。我哋 Grow Smile 全瓷牙貼面幫客人改善翻牙齒大小不一同埋唔對稱嘅問題。亦都配合翻皮膚顏色，揀咗同真牙一樣嘅乳白色，做翻牙齒紋理。睇到呢度，你係咪都好想了解全瓷牙貼面有關資訊？Grow Smile 嘅牙齒美學微笑線分析報告，幫你深入了解自己嘅牙齒比例、微笑曲線同整體牙齒狀況。我哋會用黃金比例分析，精準測量牙齒比例，打造符合美學標準嘅完美微笑。仲會根據你嘅面型、膚色、五官比例同口腔狀況，即場用電腦模擬牙貼面效果，幫你設計最啱你嘅方案。無論係牙齒矯正、美白定係重建缺失牙齒，我哋都有多種方案，等你輕鬆擁有亮麗笑容。而家過程費用全免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有興趣就快啲點擊以下連結啦！